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美国的拜登政府最近就警告以色列，若是无增加对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，安尼嘛会失去美国武器的援助。因为以色列目前是并无回应。除了中东的局势恶化，黎巴嫩嘛因为以色列含真主党咧烧战，过去3礼拜已经有超过40万的囡仔即马有路无厝。美国拜登政府警告以色列爱伫刷落去的30天内，互进入加沙人道援助增加，安若无会面临失去美国武器供应的风险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、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发挥警告，以色列爱做出改变。Over the past few months, is that the leve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s not been sustained. In fact, it has fallen by over 50% from where it was at its peak. It's not about making any kind of threats. It's about seeing the situation reversed. 这配合说明美国立场。讲到特别关注以色列政府最近的行动，包含商业进口停止，拒绝迄一阻碍90%派人道援助，因为加沙北部情势一直恶化。以色列在空袭加沙之间地区布棚兄弟造成重大死伤。لدرجة إنه الحريق صار يصعد يقرب حرق بيجي 40 خيمة。除了加沙，黎巴嫩也因为真主党甲以色列互相保护，过去3礼拜，百姓承受真大痛苦，尤其是手无寸铁的囡仔。1.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, of which 400,000 are children. Work on nutrition, how to feed and care for your family during this horrendous period. 最近以色列空袭造成黎巴嫩超过2300人死亡，敢若是过去3礼拜都超过100个囡仔无辜死亡，超过800囡仔受伤。联合国表示，国际社会援助爱到位。即马这国家真正需要是，莫阁有人违反国际人道法。公视新闻，恩云玲报道。